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明年伫要总统大选，即阵大家真关心各大政党代表的候选人是甚么人，也有因的副手的人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副，读好武副第3条。副的意思就是预备，就咱讲有正甲副。副的部分就咱有讲副总统、副市长、副班长，古早嘛有副官、副将。另外，这个副买当算是算物件的数量词，像讲一副碗、一副牌啊、一副茄子芳，另外还有一副奖，也就是尊杯、碗一组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副手，也就是助手，斗相共处理代志的人，买当讲是二手，也就是师傅头手的助手。第二个词读做副业，代表利用有闲的时间，伫咧主要的工课以外，也阁兼做其他职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阿明对师傅的助理开始做起，为副手慢慢变做头手。本来这是伊的副业，即马煞变做伊的事业。有影是戏边卡徛久，就是你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